民进党主席郭文哲有风声讲，伊伫选总统的时无老实申报政治现金。民进党讲会赶紧向监察院申请保证资料，郭文哲也表示会向大众交代。另外，郭文哲牵手陈培基用后生的名开公司，争议继续拖。陈培基讲家己有犯罪的意图，但是无行为，要求法院爱判较轻的。民进党主席郭文哲传出政治现金技术导致不可公关公司的证据，也佫被人讲造势甲开票活动分伫年学创意行销甲视乐两间公司报销。暗过视乐公司发声明，讲无承接郭文哲竞选的宣传广告业务，也无收到500万，要求民进党爱说明。尤其现在透过这个公司自清也发现到就是说，确实有3笔的账呢，并没有这个跟柯文哲这边在过去有任何的相对关系，但是却被提出来作为申报。是不是下午1点开始查账，所以这个警察都查出来会跟大家交代。民进党会室内强调申报的时阵，视乐宣传支出500万，年学一笔216万4311块，一笔200万是校部处理的问题，会佫一摆全面来清查，向监察院申请保证资料。毋但政治现金有证据，有公务员身份的郭文哲夫人陈培基，家己讲用后生名义开公司，佫将地址设伫东部，被人检举了，已经请人马上撤销公司。不过台北市民大检事会质疑陈培基违反公务员服务法。陈佩琪用儿子的人头开公司，不但违反了公务人员服务法，柯文哲不要再切割，也不要再卸责。你知道的事情，你就必须和陈佩琪一起出来跟大家道歉。陈培基切实地面册承认家己无够巧，强调公司为7月底才开始有正式的效果，到即马1礼拜外拢无开始运作，家己算是有犯刑，暗无无犯刑，请法院重轻量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